User Profiles 用戶配置文件理論。用戶配置 User Profile 文件係一組可更改嘅選項，呢啲選項會影響應用程序嘅外觀同埋行為方式。當用戶登錄或更改職責嘅時候， Oracle Application 會為用戶配置文件中嘅每個選項建立一個值。作為系統管理員 Sysadmin， 你可以隨時更改用戶配置文件選項嘅值，而不僅僅係喺實施系統時更改。Oracle Applications 提供咗此選項同其他選項，以便你可以更改應用程序嘅行為，以適應自己嘅首選項。以下用戶配置文件級別都可用：一、組織；二、地方化，但係 Oracle HRMS 唔使用呢一啲級別；三、安全設計方法，系統同埋用戶配置文件選項。System Administrator 系統管理員可以喺 System Profile Values 系統配置文件值窗口中設置系統配置文件選項。用戶例如員工同經理可以喺用戶級別針對佢哋自己嘅用戶更改某啲配置文件選項，並且可以喺唔更改佢哋嘅情況之下查看其他人嘅設置。使用 Personal Profile Values 窗口訪問呢啲配置文件選項。喺較高級別輸入嘅設置默認為較低級別，除非你專門喺較低級別輸入值。喺呢種情況之下，較低級別設置將覆蓋較高級別設置。Oracle HRMS 系統配置文件 HR Security Profile Business Group 呢個配置文件限制對安全配置文件中定義嘅組織職位同工資單嘅訪問。應用程序使用為設置業務組創建嘅 View All 安全配置文件喺站點級別創建此選項。如果使用 Standard HRMS 安全性，則必須為每個職責設置 HR Security Profile 配置文件選項。例如，如果你嘅組織係美國總部，則必須為每個職責設置此值。如果使用 Security Groups Enable 安全性，則無需設置 HR Security Profile 配置文件選項。當你使用 Assign Security Profile 窗口分配安全配置文件時，應用程序會自動設置配置文件。你只能夠通過使用 Assign Security Profile 窗口，將唔同嘅安全配置文件分配俾職責嚟更改 HR Security Profile 選項。當用戶選擇責任同安全組組合嘅時候， Oracle HRMS 會喺登錄嘅時候派生此值。HR Business Group 業務組呢一配置文件選項確定鏈接到職責嘅業務組，設置業務組默認為站點級別。如果使用標準 Oracle HRMS 安全性，則 Oracle HRMS 會喺你輸入 HR Security Profile 選項時自動設置此選項。但係使用全局安全性配置文件，即未指定業務組嘅安全配置文件嘅情況除外。喺呢種情況之下，你必須為每個責任專門設置此選項。如果使用 Security Groups Enable 安全性，則此選項唔係用戶可配置嘅。當你使用 Assign Security Profile 分配安全配置文件窗口創建安全配置文件分配時，應用程序將確定業務組啟用安全組，允許將責任同多個安全配置文件關聯。呢個配置文件選項唔以 HR 開頭，因為佢實際上係應用程序範圍嘅設置。目前僅喺你使用 HRMS 時設置呢個選項先至有意義，但將來將適用於所有應用程序。HR 僅查詢模式 HR 用戶類型 HR 僅查詢模式，將 HR 同埋 Payroll 窗口嘅任意組合設置為僅查詢。例如，你可以將整個任務流設置為僅查詢，對於特定用戶或者喺4個級別中嘅任何一個級別。例如，如果你喺責任級別設置呢一個配置文件，則附加到呢一個責任嘅所有窗口都係僅查詢㗎。或者要使特定窗口僅查詢，可以將 Query Only 函數參數設置為 ES 請參閱配置函數。HR User Type 用戶類型限制喺 Oracle Human Resources 同埋 Oracle Payroll 之間共享嘅窗口上邊嘅字段訪問權限。如果你唔使用 Oracle Payroll， 則必須將其設置為 HR User for All Responsibilities。如果你確實使用 Oracle Payroll， 則可以為每個職責提供以下用戶類型之一，具體取決於責任持有者嘅工作角色。HR 駐 Payroll 用戶、工資單用戶 HR User HR Cross Business Group
呢一配置文件選項將覆蓋 HRMS 安全視圖限制，即通過 HRMS 窗口訪問數據嘅用戶只能訪問單個業務組中嘅數據。如果設置為 Yes， 則允許用戶喺列出嘅字段中查看直列表中嘅多個業務組嘅數據、缺席、授權人、替代人、應聘者分配、招聘人員、主管、推薦人、任務、主管、申請同埋職位空缺、招聘人員提出嘅申請、招聘活動、授權、內部聯繫人、活動參與者、內部聯繫人、員工審核、審核員、終止、接受、佢仲使基準工作能夠位於與其作為基準嘅工作不同嘅業務組中，並創建全球能力同評級量表。佢仲控制 Oracle HRMS 安全視圖嘅篩選。如果將此配置文件選項設置為 Yes， 則安全視圖將顯示所有業務組嘅數據。如果將此配置文件選項設置為 No， 則視圖將按當前安全配置文件嘅業務組篩選數據。呢一配置文件選項僅同通過 Oracle HRMS 窗口或使用 Oracle HRMS 安全視圖嘅其他方法訪問數據嘅用戶相關。Oracle SSHR 中安全配置文件嘅交互，將 Oracle SSHR 配置文件中嘅 HR Restrict Transactions Across Business Groups 與 HR Cross Business Group 配置文件 CBG 配置文件結合使用。如果 CBG 為 Yes 且 Restrict Transactions 為 No， 則經理可以訪問嚟自唔同業務組嘅人員，但佢哋冇辦法對呢啲人員執行事務，將顯示業務組中位於唔同業務組中嘅人員之下嘅下屬，並且可以處理佢哋嘅記錄。如果 CBG 為 No 且限制事務為 No， 則經理冇辦法訪問其他業務組中嘅人員。限制跨業務組嘅事務配置文件供國際經理使用。Date Track 配置文件選項 Date Track 將時間維度添加到應用程序嘅數據庫中。Date Track 記錄嘅值取決於你查看數據嘅起始日期。例如，如果查詢生效日期為2000年7月12日嘅員工年薪，則通常會睇到同查詢生效日期為2002年12月1日嘅值唔同嘅值嘅 Date Track Date Security 配置文件，允許你限制用戶更改其生效日期嘅能力。有4個配置文件值，全部用戶可以將生效日期設置為任何日期。過去，用戶可以將生效日期設置為過去嘅任何日期。當前，生效日期必須為當前日期。未來，用戶可以將生效日期設置為當前日期或將來嘅任何日期。嘅 Date Track Login Date Profile 選項用於設置引用日期。如果為配置文件選項輸入日期，則 Date Track Date Security 配置文件使用該日期作為參考日期。如果唔輸入值或者值為空，則參考日期將保持為系統日期。嘅 Date Track Reminder Profile 選項可定義系統係咪顯示一個決策窗口，詢問用戶係咪更改生效日期。有3個配置文件值，始終彈出警告窗口，窗口打開嘅時候始終顯示日期提醒，從不彈出警告窗口，窗口打開嘅時候從不顯示日期提醒。Not today 唔係今日，僅當你嘅生效日期唔係當前日期時顯示提醒。其他配置文件選項幫助本地化代碼，你可以將此選項設置為本地化上下文相關幫助文件嘅首選項，幫助系統基本 URL。標識應用程序幫助系統嘅基本 URL， 幫助樹根確定啟動上下文相關幫助嘅時候，喺導航框架中顯示邊個樹。登錄密碼難以猜到，設置規則以確保密碼難以猜到。登錄密碼長度，指定密碼所需嘅最少長度。有關通用配置文件選項嘅列表，請參閱聯機幫助 User Profile Option Values 報告。你可以運行 User Profile Option Values Report 嚟列出特定用戶嘅用戶配置文件選項設置。此報告僅可通過 System Administrator 責任獲得。